大家好，今日我同大家講一下發佈同步節目的相關操作。首先，我們要認識到發佈同步節目可以通過 Player Master 軟件和我們的網頁雲平台發佈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同步節目只支持編輯視頻和圖片素材的節目發佈。接下來，我給大家展示一下在 Player Master 軟件中如何發佈同步節目。首先，我們打開 Player Master 軟件，進入 Player Master 首頁，之後在首頁找到節目管理這個窗口，然後單擊，就會發現在節目管理窗口有一個添加節目的按鈕，單擊它，這裏就會出現添加節目的彈窗，在這裏可以給節目命名，然後也可以設定節目的分辨率。這個分辨率是根據我們 LED 屏幕的實際分辨率來設置。然後單擊確認按鈕，進入到節目編輯的窗口，左擊添加窗口，我們可以添加一個視頻或者是一個照片。今天我就給大家展示一下添加照片的形式。打開，大家發現這個視頻或者是照片沒有填充滿整個畫布，我們可以點擊最大化，將它最大化。接下來需要注意的就是，因為我們要發佈同步節目，所以我們需要在左下角大小和邊框按鈕中勾選同步窗口按鈕。在勾選之後，單擊發佈按鈕，之後在彈出的窗口中選擇需要播放同步節目的終端，或者是一個終端組，單擊發佈按鈕，